劳动部伫7月要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，有机会连续8档拢来调悬基本工资。这份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是指出讲，咱国内的上班族有超过90%无满意薪水哦，有7%5%的受访者是讲公司并无打算要加薪水。中山只有好，个跳不好。今年14岁限课一毕业，就到100岁做销售人员，平均工时11.5点钟。迄时阵头家讲有一套抽成比例，结果2年来每个月薪水不过3万，也无加薪水的机会，只好离职搁找头路。我们业绩量根本不够，那可是公司还是会帮你补到你的基本薪资，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领最低薪的。也个这个伫电子大厂做检品员的展现是，平均一个月薪水2万8，虽然大月应领到差不多4万，啊，不过伫疫情影响之下，公司已经3年无起薪水，只好用假日到餐厅兼职。目前已经一个到努力准备要转职。有加薪的话，就是幅度可能也没有很高，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可能就是去找另外额外兼差的机会，这样。劳动部7月要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，有希望连8年调起。进前行政议会也确定军公告要加薪4%。为了解上班族的薪水现况，人力银行进行上班族调薪现况调查。结果，国内上班族不满薪水比重高达90%，创5年新高。75%今年并无加薪。调查阁发现，25.5%受访的人有5年以上无被加薪水。大多数的上班族还是认为说，调高基本薪资对于自己的薪资水准是没有帮助的，甚至可能压缩到他们既有的奖金。市场预期加薪之后呢，可能会带来通膨的效果会更加的明显。特别注意的是，劳动部进前公布上新无薪假统计，总共有674间厂商，实施人数总共12388人，其中实施人数上侪是制造业，因为订单减少，无薪假继续欠悬。目前有10337人，占整体企业类别比重超过80%。人力银行认为，这个总处进前有超全年 GDP 保持无希望，在企业的营运现况甲获利表现不如预期情形之下，恐惊造成企业实施准则开支，对人事成本的固定开销更加敏感，自然加薪水意愿也会较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